歡迎你返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，我係阿 Ben。今日同你分享嘅呢一本書叫做《全新銷售》，副標題係說服他人從改變自己開始。講到銷售，你可能會諗到推銷商品或者服務，但係作者認為銷售唔單止係賣嘢，更加係說服、打動他人嘅能力。只要你想讓對方接受你嘅諗法，無論係商品定係觀點，本質上都係進行緊銷售。例如創業者爭取投資，員工說服老闆俾資源，呢一啲都係銷售嘅場景。其實每個人喺工作之中都會遇到需要影響他人嘅時刻，而我哋嘅職業發展好大程度上面取決於呢一種打動他人嘅能力。銷售能力強嘅人，無論係創業定係職場，都更加容易獲得成功。咁要點樣提升呢一種能力呢？呢一本書就圍繞呢一個問題俾出咗答案。呢一本書嘅作者係美國暢銷書作家丹尼爾平克，佢擅長發現商業趨勢，作品包括全新思維、驅動力、建機等等。呢一本書嘅英文版出版於2012年，當時佢就觀察到服務正成為經濟嘅核心，人人都係銷售者。佢認為每個人都有說服他人嘅潛力，只要掌握方法，就能夠不斷提升呢一種能力。而咁樣做唔單止對個人有幫助，亦都推動社會進步。今日嘅解讀會分3個部分。首先，乜嘢係全新銷售呢？點解話人人都係銷售員呢？跟住成為全新銷售人才又需要乜嘢素質呢？最後有邊一啲實用技巧值得我哋學習？首先，全新銷售呢一個概念喺作者睇嚟係一種非銷售嘅銷售，亦即係打動他人，讓對方願意付出資源嘅能力。呢一種能力對我哋嘅事業成功至關重要。先嚟睇2個例子，幫你理解傳統銷售同非銷售的銷售有乜嘢唔同。第一位係 Joe Girard 喬吉拉德，美國汽車銷售冠軍，一年能夠賣出1425部車。佢嘅秘訣係250人原則，認為每個人背後都有250個潛在客戶，只要一個人滿意，就可能帶來更多人。佢仲會為介紹人提供一啲獎勵，重視同客戶建立關係。傾偈嘅時候，亦都會傾對方比較關心嘅話題，甚至主動聯絡陌生人，擴大自己嘅潛在客戶群。第二位係呢一本書嘅作者丹尼爾平克。佢某日回顧自己嘅工作，發現自己經常都要說服他人，例如說服編輯放棄無聊嘅選題，請朋友幫助企業調整方向，又或者換個飛機座位。佢意識到自己雖然唔係賣產品，但係經常要說服其他人交換資源，其實都係一種銷售。我哋可能會覺得吉拉德呢一種傳統銷售更加常見，但係作者指出，非銷售的銷售更加普遍。佢調查咗7000幾名美國職場人，發現佢哋平均每日有40%嘅時間係喺度說服緊，又或者係打動他人。咁就說明好多人其實都係從事緊呢一類工作。點解咁多人會花大量時間要打動人呢？咁係因為關係到佢哋嘅職業成功。作者認為呢一個現象由3個原因推動：創業者越嚟越多，職場跨界合作變多，同埋教育同醫療行業嘅蓬勃發展。創業者尤其明顯，佢哋必須要銷售商品、傾合作、激勵員工，處處需要說服他人。創業精神越普及，呢一類非傳統銷售行為就越普遍。根據中國小微經營者調查，中國個體工商戶已經超過1億，說明全球越嚟越多人都喺度從事緊呢一類打動他人嘅工作。當然，並唔係每個人都要創業。如果你係職場人，只係想將份工做好，往往就需要具備多種技能。例如話，而家嘅營銷人員唔單止要識營銷，仲要識內容創作、數據分析，先能夠真正打動用戶，讓工作有價值同意義。作者就提到，喺呢一個由扁平組織同快速變動構成嘅時代，單一技能會被淘汰，靈活跨界先會被重視，而幾乎所有技能嘅發揮都離唔開打動他人。書裏邊就提到一個叫做阿萊麗嘅陸地生態學家喺環境諮詢公司任職，佢要先寫建議書打動客戶，先能夠推銷自己嘅專業服務。除咗創業者同職場人，有啲行業本身就要打動他人，例如教育同醫療，老師需要說服學生投入時間同注意力，醫生就要讓病人參與治療決策。咁樣嘅互動更加有效，亦都讓工作更有價值。
過去幾年，全球越嚟越多新增。想聽足本版，請即參加創業家會員，1年會員每日3蚊都唔使，立即點擊資訊欄嘅 link。